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，今天是2026年4月29号。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昨天还是前天开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，这个会议开完，各路专家都出来点评。我看了一下这个马光远老师，他也做了个视频，说高层会议再提稳定房地产，释放什么信号？打了个问号。他这个视频有6分钟，我大概看了一下。大概意思就是，首先第一季度无论是外贸还是 GDP 数字都不错，那就是值得称赞。但是隐忧，他也说了，隐忧是消费不行是什么原因？曲里拐弯的，反正跟房地产不振也有关系。马光远老师的这个观点一如既往，那就是上面重视了，开会了，说了房地产了，要稳定房地产，那房地产也就能稳住，就这意思。我也不再去解读了，我就觉得咱们是观点不变。如果说一个会就能解决问题，那恰恰说明这会开晚了吗？早就该开了。有多少人都已经断贷，房子被银行拍卖了，被银行没收了，造成悲剧。为什么要等到这么多人造成悲剧了才开会？如果一篇文章能解决问题，那这文章就写晚了，你看早该写，2021年9月份就应该写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开会写文章，那都是美好的愿望，是一个目标，是希望达成。希望达成是主观的，客观上能不能达成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专家不能拿主观的东西那去反映客观现实，你只能说想法是好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文章还有会议的精神，这专家都看错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这是我一直在说的，就无论是哪个级别的会议，还有什么哪个喉舌写的文章，从来没有说房价还要涨，希望回到炒房，希望回到大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借钱时候去买房。没有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会议文件，没有一个媒体喉舌是希望出现这个局面的。说的最多的是稳。什么叫稳？我给大家都解释过了，房地产的稳，我认为是成交量，只要成交量能稳在一个水平上面，经济能流动起来，他认为就是健康的了。只是房价涨了一点点或者跌，这个都无所谓，那得由市场去决定。稳就是害怕它没有流动性，如果房子它不流动，那问题就大了，这火就烧到金融机构了，这个房企大量的倒闭，政府的地也卖不掉了，大家手上的房子你没人买，对不对？它不流动。什么叫流动？流动就是成交量，那就是不管是二手房新房，维持一定的这个热度，成交量就够了，那叫稳。绝对不是什么房价要涨。如果房价大家肉眼可见，大家预期形成一个统一预期，说房价要涨，那你想想，那我们就不可能把钱存银行，那肯定是号召大家买房。为什么存工行3年期在1点几，2%都不到？为啥？傻？那肯定是拿去加杠杆买房，因为房子要涨，预期的大家形成统一预期。那你买我也买，大家都买，那房价又跟回到2021年之前了，也要绑架实体经济，是不是这个逻辑？所以说这个专家呀还在曲解，甚至他都误解了这个会议精神，文章的这个宗旨。天天看人民日报看求是写了一篇什么文章，人家说的更多的是稳住房地产，这里的稳应该是指成交量，没毛病。成交量只要能起来，大家能买卖，这不就流动起来了吗？当然了，还有很多媒体还是在吹这个小阳春，防不胜防。今天北京商报是很出名的，经常惊世骇俗，是吧？北京商报今天看到一篇文章，叫承接金三热度，金三银四北京二手房成交创近5年同期新高。所以说这叫语言的腐败，这就叫文字游戏。它这个标题里面就很有意思，叫银四北京二手房成交创5年同期新高。你5年新高就5年新高吗？它叫5年同期新高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5年4月份，今年4月份是这5年4月份里面最高的。你说这有什么意思？这媒体所以说为了吹就是尬吹，是不是？就感觉是打着灯笼在厕所里面找点有营养的东西，那你多少能找点出来啊？营养物质啊。他的文章这么说的，他说金三北京二手房网签量创15个月新高后，银四再度刷新同期记录。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统计，4月截止28日，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达到16186套，同比上涨超15%，创近5年同期新高。市场热度维持高位，
亮眼成交数据背后是房产一线从业者高强度运转。记者实地走访北京多区域房产中介门店，发现规模10余人的门店，周末仅有极少数经纪人值守，其余全部外出带看。不少经纪人维护的房源距门店2至3公里，但在金山银寺置业旺季，通勤及带看里程累计600公里。高频次实地带看有效助推市场成交稳步走高。部分中介门店4月单日最高签约达5套。金山银寺周期内，部分门店阶段性签单量已达到去年全年成交规模的1/3。我也不知道这数据有什么意义啊。延续金山热度，银寺北京二手房市场热度不减。4月29日，北京商报记者根据北京住建委晚签数据统计，4月截至28日，北京二手房晚签量达到16186套，同比上涨15%，晚签面积143平方米，同比增长10%。总之两个数据我能看懂，也就是你看套数比去年4月份多了15%，但是面积比去年多了10%，那不就户型就越来越小吗？是这意思？也就是现在，也就是说4月份你割的这个韭菜，真的是割不动了。我待会儿再讲为什么割不动了。你看，那按道理来说，如果套数增加15%，那你这个成交面积也是增加15%，那就对了。那每套面积，那就是跟去年一样。你现在套数增加了15%，面积增加10%，那就是说你每套面积减小了，也就大家买的越来越小，对吧？这个数字才叫隐忧。说对比去年同期，2025年4月，北京二手房晚签量是15569套。今年4月晚签量不仅同比回升，更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。那么2022年到2025年各年4月份，北京二手房晚签量分别是14239套、13928套、13354套、15569套，数据呈现波动向好趋势。截至目前，说这个就是4月月末，也不还有2天，预计北京的二手房将达到1.7万套左右。但是相较于3月份，4月成交量还是回落，也3月份好像是1.9万套，其实说明是吧？虽然你是这5年4月份里面是最高的，但是你跟上个月比，那还是回落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年金山银寺啊，跟往年是一样的，无非今年起小鼓包更高一点。这都是学区房闹的，我估计啊是跟6年前有一波出生率，就是人口的小高峰有关系。你想，你要6年前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率啊，人口多了1万，那你说这1万人或者多2万，这2万人要上学，那就多卖多少套房子？不过这个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毅凤表示，说北京二手房整体走势贴合市场大势，成交量稳步走高，市场以价换量的特征。也就是价格在走低，以价换量，均符合行业前期预期。自3月楼市小阳春开启后，二手房成交热度持续延续，行情表现与市场判断高度契合。这个有专家表示，5月北京楼市有望延续回暖反弹态势，进一步夯实市场修复基础。从当前基本面来看，市场并未出现明显波动，二手房挂牌房源仍维持相对高位，叠加政策端持续保持宽松调控环境，二手房价格触底企稳后，高性价比优势持续凸显，吸引刚需及改善购房者入市。谢毅峰补充道，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量价同步回升，标志着楼市正式迈入止跌回稳的新阶段。若要延续金山银寺的回暖态势，仍需要政策加码托底。专家说了，还得喂药，你不喂药，这5月份就不行了，就这意思。仍需政策持续加码托底吗？药不能停，一方面是进一步放宽乃至取消限购限制，另一方面是下调房贷首付比例、贷款利率以及交易税费，多重政策协同发力，方能稳固北京楼市复苏态势。专家还是说了实话，也就是药不能停。这是关于北京的二手房，4月份比往年的4月份要好一点，但是比3月份
那是肉眼可见的下降了，也就是符合金三银四的这个每年都来这么一出特征。5月份就结束了啊，因为你5月份再买来不及了，小孩上学交资料就晚了。实际上上海市小阳春这个更明显，因为它比北京还火，当然全国也就是北京上海这2个地方了比较火。上海的小阳春更明显，但是今天有个数据就直接让大家看明白了，这个小阳春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是第一财经第一眼视频，应该是中国经济报下面的。他说上海楼市最新数据，一季度整个2026年1、2、3个月，一季度上海市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 4.7%， 二手房成交放量。4月28日，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第2季度新闻发布会，截至3月末，上海市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 4.7%。 从成交情况来看，一季度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57902套，3月单月成交27890套，创近5年单月新高。我记得3月份二手房不是成交了31000套吗？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央行公布的，央行公布的数字是3月份是27890套，这又差了个4000套啊，所以说这些数字啊，根本就对不上。央行的数据恐怕真实性会更高一点，反正这数据在打架。大家记得吧？上海小阳春是31000套嘛，但是有人说了，上海是把那个车位也拆开了算一套，那央行恐怕是不含车位的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央行这个27000套才是相对比较客观的。这是第二个，你上海一季度住房贷款才增长 4.7%， 5%都不到，那你怎么能说什么小阳春？那只能说明很多上海人买房他是全款或者是按揭贷款，首付比例非常高，就贷的非常少。要不然说你房子卖了这么多，按揭贷款在增长同比就跟去年同比在增长 4.7%， 这上海动不动就创5年新高，那这新高是怎么创的？是不是这2个数字不匹配？那你要合理的解释就是上海的房子卖的是挺多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全款买，很多全款的。那全款是多少？全款就是300万以下呗，大家不贷款。刚才北京，你看北京的二手房4月份套数增长 15%， 但是面积只增长 10%， 那就是越卖越小。为什么越卖越小？你跟上海的数据能对上，就越卖越小，你总价低，加上二手房降价，这样我能全款付，或者我只用贷 20%， 大部分的首付付完了，这样才会造成这个房子这边成交是多了，但是住房贷款才增长 4.7%。 你看全国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一季度3月份的只有4000多亿，20年新低。所以央行的这些数据已经说明什么问题啊？房子是在卖，二手房都是为了孩子上学，没办法，但是大家尽量是少贷款，尽量全款，尽量买小房子。所以说80%、70%的房子是300万以下的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你说已经整成这样了，你说还能叫小阳春吗？你指望着后面房价还能涨？你涨你搁谁？让谁去买？你把这一批韭菜根都给刨了。所以这些数字就说明了，你这韭菜根都给你刨干净了，你后面还指着谁来买？红星新闻报道，他说富力在折价卖一高端酒店。红星资本局4月28日消息，近日位于乌鲁木齐的富力万达文华酒店被摆上了拍卖台。京东司法拍卖平台显示，明日10时，该酒店资产将以 3.37 亿元的价格起拍，对比 6.03 亿元的评估价，相当于打了5-6折。乌鲁木齐富力万达文华酒店并不是孤立，近1年来深陷债务危机的富力地产正将旗下酒店资产成批推向法拍市场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这是富力的老板应该是8年前从万达王老板手上背过来的这些资产，叫万达文华酒店嘛。当时好像是富力跟融创2个老板争，当时王老板卖这个资产的时候，不是没人买，是抢。富力跟融创孙宏斌他们为了万达文华酒店，据说杯子都摔了。当时是香饽饽抢加价呀，现在弃之如敝履，这摆在拍卖的没人要，打5折。现在不是抢了，打5折，不知道能不能卖得掉，就是此一时彼一时。你看看7年前什么情况？7年前是资产荒，钱多，
大家都热钱找资产，只要是资产就涨价就抢。现在是资产贬值，资产找钱，钱都在银行不出来，资产那只能降价呀。当年富力从拿手上买了这些酒店，现在富力打5折万春卖，恐怕赔得稀里哗啦的，富力的资金链断了，富力暴雷嘛。融创是拿了万达的这个文旅项目，融创也暴雷了。王老板即便把自己2个资产卖掉了，他也没把自己救活，万达也暴雷了。你说说，这个就印证了那句话，就是资产它是弹性的，债务是刚性的。现在资产都在缩水，但是债务你缩不了水，债务还在利滚利，是吧？不光是房地产企业，不光是首富，不光是大老板面临这样的问题，我们牛马普通韭菜一样的面临这样的问题。你的资产是缩水的，是弹性的，你的债务是刚性的，这就是很多牛马咬牙的贷款买房。你买的那房子它是资产，它是弹性的，这涨的时候它也涨了，对不对？它缩水的时候它也不值钱了。但是你欠银行的钱呢，一分不能少，它不会变动的。你每个月还5000的按揭，你就是5000，每个月都得还。你不能说我这资产缩水了，我下个月还3000，我这资产涨价了，我下个月还8000，没有这样的。所以有好多业主，买房的业主，被深套的业主，现在是叫欲哭无泪，现在才知道深刻叫领悟，叫多么痛的领悟，领悟了这个什么叫资产是弹性的，负债是刚性的。今天晚上有个女业主写啊，她说以前太天真，以为每个月房贷4000很容易。他说每个月10号上午9点，银行准时扣款，雷打不动，时间不多，那就是扣他每个月是3895块2毛9，每个月的按揭就这么多。他说所以每个月工资一到账，我的习惯是第一时间先转4000到还房贷的银行卡上，以防自己一不小心花钱没分寸，把本该用于还贷款的钱给用了。而转完这4000，剩下大概还有一半，便是每个月我们全家可支配的金额。你说说，也就是他们家可支配金额一半是用来还按揭贷款，一半是花，这个比例还是有点高。因为从这个月起，老公就彻底失业了，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，你家里就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赚钱，他也敢贷款买房，而这4000来块钱要完全覆盖全家整个月的全部开销，包括生活费、2个孩子的教育辅导费，还有加油费，婆婆每周进行3次血液透析费等等。你说说吧，这麻绳专挑细处断呢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还2孩子，当初你说买房那绝对是头脑一热，就是感觉这个房价永远涨，说即使是把1块钱掰成2半花，也根本是不够的。在买房以前，每个月的房租大概是2000块，而且那时我和老公的工作都还算稳定，所以压力并不大，隔3差5还能外出旅游几天。可能当时也是觉得生活太轻松了吧，所以才会如此想不开，冲动的买了房，寻思着4000的房贷，每个月不过多花2000块的开销，对我们生活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。而刚开始的几个月也确实如我所想，影响不大，基本每个月都能平衡收支，甚至偶尔还有点结余。但是说生活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，在看似平静的海面，往往存在着许多变数。我们的生活中，这个变数就发生在了今年的3月份，也就是上个月。我那在公司干了7、8年，并且也打算就这样一直做到退休的85后老公失业了。这就是好多牛马的这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啊！牛马以为只要我努力，我愿意在这干，那我就能干下去。这太一厢情愿了。你想干下去，那公司他干不下去啊，公司黄了，对吧？或者公司不黄，公司他有调整，是吧？公司要裁员，失去了将近一半的收入，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幸好之前每个月还存了点钱，可以勉强维持1、2个月。但是第3个月、第5个月之后，就是她老公也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。毕竟他的年纪摆在这儿了，你40岁了，41了，基本上找不到工作了，除了送外卖、开网约车，找工作也很难了。说再加上他的行业这几年市场不断萎缩，就业更是艰难。虽然有创业的打算，但不仅要投入资金，
而且一时半会也无法快速回本，你这更完蛋，居然这个时候还想创业，所以对他们家来说，失业还不算最大打击，后面的打击会接踵而至，因为创业会失败，那就更完蛋。说在面对这个供了将近2个月的房子，感觉懊恼又自责，不该如此武断，在没有充裕资金的情况下选择买了它。4000的房贷虽然看起来不多，可一旦发生了变数，那将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泥塘。而现在我们也正在为以前的天真痛苦买单。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说这买房现在不要看什么房价涨还是跌了，你把买房就当消费，你消费得起就买，消费不起就租。还有很多人连首付都凑不齐的，居然也在琢磨着买房。你这和赌博有什么区别？你赌你这个工作很稳定是吗？即便你现在是公务员也不一定，很多地方公务员工资也不能按时到账，公务员工资总体上是在往下降的，如果不能按时到账，拖你几个月，你怎么办？南都湾财社报道说，首家重整成功的1000亿房企扭亏，金科去年规模净利润293亿元。为什么说这个金科不就是破产重整成功了吗？因为在我看来，大部分房企，尤其是上市房企，最终都要走破产重整这条路。你比如万科吧，越早破产重整越主动，越晚越被动。这个金科破产重整的时候，它已经 ST 了，新 ST， 也就是面临退市。但是它这一顿重组成功之后操作，它很有可能就是上市主体保留住了，脱新这个债贸。4月27日，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度年报。2025年，金科实现营业总收入 68.84 亿元，同比下降 75%， 规模净利润293亿元，同比增加 191.7%。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净利润亏损 355.76 亿元，上年同期亏损 284.18 亿元，同比减少 25%。 公司总资产 148.9 亿元，同比减少 91.6%。 它这些什么亏损，什么总资产、净资产都是重组收益，重组之后它不是很多债务就免掉了吗？缩水吗？你欠人家100亿，只用给人家1个亿，那99亿就是重组收益啊，就这意思。就是总之报表整个的大洗澡，股份也大洗澡，大股东出局，新的股东进来。总之啊，这么早一洗完之后，报表正常了。4月28日，金科股份官微发文指出，作为全国首家完成司法重整的大型上市房企，2025年会计年度重整计划执行完毕，净资产由负转正整42亿元，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已消除，且无其他风险警示情形，已满足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新 ST 的全部条件，后续待深交所审核，摘星脱帽，进入最后冲刺。也就是作为一个开发商，金科股份它获得重生，但是大股东换了，债权人不好意思，你们就受损失。但是上市公司它保留下来了，上市公司的一小股东权益稍微有点保障，债权人的权益也保证了一点点。但是作为一家企业，它还有很多职工也保住了一部分，也就是它破产重整还是有很积极的社会正向意义。大家重新开始，通过法院来把大家的债重新捋一遍，该免的免，该减的减。所以我一直说这个，你比如说融创、碧桂园，你别看它境外债重组成功了，但是它最终还要走这条路。那万科就更别说了，破产重整吧，大股东你含泪出局认栽，债权人也是含泪对吧认栽，你清偿率只有几% 嘛，但是这个公司主体留下来了，这叫轻装上阵，这叫重置，这就相当于电脑重启一样的。所以这就是你看华夏幸福走了一大圈弯路，现在又在搞破产重整，跟金科一样。所以金科是全国从2021年恒大暴雷以来，金科是第一个这个1000亿级以上的上市房企破产重整成功的。所以后面大家难免都要学它，走它这条路，而且越早走越好，越主动，越晚
到时候山势主体地位保不住，退市，那重组价值就更低。我们密切关注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